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新竹市长高虹安去年逼出论文抄注册会研究报告，今仔日台北地院召开调查庭，高虹安出庭表示，希望会当调解。卫福部、劳动部今仔日要讨论，请看护移工的规定，按算要放任新种者、失地种者的，唔能够提供巴士量表来申请。台北市台地的人家厝规个密落去，今仔早起开放2楼以上的住户登记摕物件，有部分的住户认为开放的时间上短、上赶工。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北市台地的人家厝规个密落去，今仔早起开放2楼以上的住户登记摕物件，有部分的住户认为开放的时间上短、上赶工。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这是因为建筑物歪起，人伫内底可能会无爽快，所以才安尼限制。另外有议员嘛引出讲，建设公司早就伫咧9月初1就通知工地有异常，这个基台建设知影有问题，煞唔停工。大派小派物件拢放到塞车内底，大地人家厝受损事件到达第6天，12开放门牌过户，2楼以上的受灾户通登厝，1摆20分钟分3摆摕重要的物品。因为其实像老人家，他们自己会放他们自己的东西，那如果他们不方便进去，让它变成我们其他人帮他找出来，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会觉得20分钟太短吗？啊，20分钟当然太短嘛！你们赶快反应，莫名其妙。安全结构机师的建立，还有我们这个消防局的这个搜救队，所有在搜救的这个专业的判断。延你这样的这个时间，时间有限，大型的物件也无法度摕出来。李树川帮受灾户体谅。另外，针对时间无法度配合的细厝学生，市府表示会当搁再安排时间。好，那你们自己注意喽，哈。好 ，OK。针对这摆的事件，有议员指出，早伫9月初1，基台工程公司就有提供一份监测异常告知单，互基台大体建案工地一个现场的主任，即期基台早就知影工地有状况，煞无停工。9月4号、5号、6号、7号这4天的这个数据都有达到，就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行动水平。也就是说需要停工，然后让各那个单位一起过来，赶快也研拟这个解决的办法，还在研判中、研读中。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相关的数据、监测资料拢会保存，所落来会由工会等等单位判定结果。另外，针对基台承诺提供1亿，做受灾户安置的费用也未到位。李树川讲，发展局12这天会参基台解决。市府嘛批评讲，到今拢无看到基台徛伫一线解决问题，也无提出应该有的态度。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家己车闸落大雨，地势车兰溪周边严重淹水，伫附近的饲鸡场嘛拢淹水淹到2公尺半遐尼悬，有6万只鸡啊拢总淹死，设备嘛拢浸水乌有去，损失至少6000万。另外，伫咧屏东的山区嘛，因为连续几日天落大雨，造成拄啊整修好势北大武山步道，阁有2只放弃，到2日进前爱暂时封起来修复。淹死的鸡仔蹲到那山，业者是真甘咧清理。家己车闸受到低压带影响，落大雨，水上车兰溪规涨起来。附近的饲鸡场是淹到2.5米悬，6万只鸡拢总淹掉，内底洗选2个机械等等的设备拢总浸水害去，按算了6000万以上。厂商会进来做相关的修复的动作。那接下来包括这一些围墙的倒塌的部分整理完之后，应该最快的话要半年以上的时间。业者讲，若要搁市，上无爱搁开半年，淹水搁造成当地11停水失电，12担甲水来，工作人员赶紧洗楼梯甲涂开涂埋。馆长洪忠牛透早嘛甲乡长等人来到现场看灾，也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做协调，那看怎么解决这个地方。那每碰到大雨的时候，都有洪水之患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能够尽速的把它解决掉。洪忠良表示，率来甲中央讨论解决饮水问题。车闸大雨造成家己严重的灾情，也若伫屏东嘛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山区落大雨，造成北大武山步道有2所在崩塌。步道约0.51 K， 还有7.51 K 这2处有一些坍方。那目前已经请厂商在修复之中。拄则修好势，准备开放的步道，因为车闸大雨，搁再崩落，尚无崩有2米深，已经无再条行。步道甲沙寮会暂时封甲21，以确保爬山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山会今仔日发布2024总统和立委大选的公告，确定明年是正月13要投票，按算有1950万人会当投票。另外，中山会嘛强调，各代民若要参选，要依照法规提出人数，袂当用电子的形式。到出2024正副总统加立委大选的公告，中山会宣布投票日是1月13，估计选举人数是1950万人，其中102.800人是第一遍投票。因若正副总统参选人一旦经由政党推荐，或者是联署申请登记，中山会重申，联署书的形式就要按照规定，无接受妨害创办人郭台铭镇压所提出的电子联署。根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3条的规定，身份证是或者是用影印或者是用扫描，那附贴在我们的表格上面，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这几天呢，都在密集的跟厂商开会，去租全国各地的场地，然后雇用人力来驻我们的全国联署站点。我们要回归到最传统纸本的方式。同讲郭台铭会伫9月14办中华记者会，宣布副手了，结果到中山会登记。不过，由原就要看在野整合的进度决定。因若同一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要出发去访问美国8天，规划要访问纽约、纽泽西、华府、旧金山办市场条件，也会拜会 AIT 官员、国会议员，并且伫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佩洛西或者是麦卡锡吗？整个规划都在审办进行当中。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要办第一场国情愿景发表会，公布0到22岁投资未来世代分行政策。我们会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0，6到18岁提出5个方案，来成就多元均优的教育环境。18岁到22岁来投资高等及技职教育。因若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是计划要伫9月中去台南市、高雄市开始 Long Stay 计划，希望会当争取国家级选民的认同。普渡外界认为民进党看袂过罗水会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去年逼出论文超注册会研究报告，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召开调查庭。高虹安出庭表示，希望会当调解达成协议。因为最近高虹安坐私人的乌头车去走行庭，搁带好业厝等等的争议，昨去互民进党的议员甲告发贪污。高虹安是回应讲，已经有甲因新竹市的政风处说明，一切尊重司法。坐客人车出现，新竹市长高虹安侵权的争议继续炭烧。继互前头家组织会指控讲，伊的朴素论文涉嫌中介，自首提告著作权，12号团返出庭。市长还是否认抄袭论文吗？面对这个问题，伊拢无回答。其实伫顶个月，法院就要甲伊团返。高虹安讲是要出席会议，所以请假无出庭。了后去互逼出来讲，当然会议伊嘛无去。即届去法院开庭，因为高虹安去互控诉讲，伊写的朴素论文，甲注册会2篇期刊论文有真侪所在拢共款，一篇中介8成，另外一篇占3成。对于豪宅名车有没有什么要澄清？新竹市蒙受开始查了，会担心吗？前上面的说法有没有要澄清的？即届风波是小连续逼出来，除了爱派官司以外，即马阁互已经离职的下司也出来讲，高虹安的好朋友干政，暗示迄个人就是因查甫朋友李中庭，而且还阁加入起其他的争议，包括伊住伫上清班的车花主体，坐高级车来去等等。搭这个私家车的这个争议的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贪污或者是收贿的问题？我想昨天我也已经跟我们新竹市政府的政风处出示，我会还给这个司机大哥的这个证据。那至于外界所说的这个市属庭的部分，真的是一个乌龙爆料。新竹市议员于昨日
倒属告发新竹市长涉嫌贪污的案件，本署业于昨日依规受理，并完成本他治案，由检察官依法侦办。刘阳已经告发伊贪污，检方嘛已经分他2案启动调查。也那新竹市长高虹安回应讲，该说明的拢已经向政风处说明，一切尊重司法。少年耍引起风波，后续嘛会好好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防部今仔日发布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而且佫是头一摆推出有声册，显示要加强全面国防的意志。其中嘛写到美军伫咧西太平洋部署军力，连中共也未成军的第3只航空母舰福建号嘛拢特别标注爱警戒，受到各界关注。两岸维持对立局面，国防部昨日发布2年一摆的国防报告书，说明当前的国家安全环境。国军建军规划甲中共带来多种威胁样态，命名为汉光1号演习。除了找真侪位专家学者背书，佮较头一摆推出有声册，强化全民国防意志。台湾位伫第一岛链关键，伫美军的印太防卫态势扮演重要关键位置。这摆国防报告书除了列出印太地区飞弹竞赛，也有美军伫西太平洋各基地部署，互外界看做国军展现甲区域国家合作的决心。大家可以知道说，当前这个全球社会对于台海安全稳定的关注，这个已经是有目共睹哦，在强化自我防卫的战力。但是我们也持续推动跟友盟各方面的安全交流与合作。中共相关区域紧张，国防报告书提起中共2023年增加7.2%军备支出。印太区域国家也得力反制，尤其日本大大增加26%，菲律宾增加8%，印度增加13%。另外，强军加大扰台力度，国军也出挖进台湾的中共机场，就连还未成军的中共第3只航母福建号也方特别表示，显示国军高度警觉。那福建号代表着中共进入第1艘平板式的航母。也就是它准备走向远洋的一个规划，这是我们未来必须积极应对的一个重大的海上的威胁。中共的几次的演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认知作战，已经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它不是一个未来式。国防报告书5俄战争，聚焦1年义务役甲后备改革，国军秉持防卫固守。多重组织向外延伸防卫深度，为了弥补国土防卫程度的不足，会推动城乡作战，结合义务役甲后备部队来成强化固守。记者综合报道。超市进口巴西鸡卵，即摆又搁互人质疑，明明上换一批卵5月底就已经上船，不过来到台湾保存的日期煞写会当放到10月，放超过4个月，敢真正无问题？针对这件代志，农业部表示，巴西鸡卵会当放120天，而且有喷膜保存无问题。食药署嘛已经派人去稽查，看敢有无照实标示日期的状况。超市进口卵争议无停。农业部将林北好油伫面册野了，农业部防检署顶日表示，巴西鸡卵上换5月30当船，也毋过前几天煞也有巴西卵伫架顶，制造日期是9月初5，保存期限是到10月初5。这期进口鸡卵保存期限敢会当超过4个月？农业部回应，卵有做喷膜的处理，文件上也注明保存是120天无问题。食品级的具有油脂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喷在tank上面做一些类似像手机包膜的处理，拿来洗选的时间是9月6号，都在保存期限以内嘛。农业部表示，5月30当船的这批保存期限是9月底。位伫高雄的台农卵品表示，有卖巴西卵，政府规定洗选卵制造日期都是洗选日，有效期限是1个月。高以阿巴庄卵形式卖互全联，是以标示规定，也毋过消费者无爱巴西卵，销售无好，佫无利润，加上即马各方怀疑是真困扰。阮根本连一箍银的业务趁无，你敢知影？我甲你讲啊，我唔敢不帮忙，你敢知影？
虽然政府挂保证期限无问题，也毋过林北好友甲国民党立委拢怀疑进口卵甲本土产的卵安怎会当制定同款的保存期限？那消费者买到臭卵，敢是都爱家己进水？是船已经开航了之后，我们才在上面下蛋吗？进口的鸡蛋是用这个洗选日作为制造日期，这是由农业部以及食药署来认定的。地处社署表示，已经派员实地稽查，针对敢是有落实冷链、擦拉等项目进行查核。若发现鸡卵制造商的标示日期无实在，会依照是安法28条，处4万至400万，有价12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花莲有一个幼囡仔跋倒，伊的头竟然就卡伫咧囡仔椅内底。伊的老爸赶紧去派出所讨救兵，把这条椅仔破坏，才顺利救出囡仔。有儿福团体就呼吁家长买囡仔的用品，得要注意敢有合格标章，而且嘛唔通放囡仔家己一个人。家长正着急，抱着一个查甫婴仔走入去花莲市丰原派出所，因为囡仔唔知为什么绊倒了，头竟然卡伫咧这种囡仔坐椅仔内面。警方摕破坏剪，甲椅仔杠剪断了，头才会当伸出来。本所同仁先用衣物护住婴儿头部，避免婴儿受伤，并协同消防人员顺利将婴儿座椅拆除，婴儿也平安无事，未有受伤。长期关心儿童安全的监管基金会讲，卖幼婴用品时阵，上好是经有标章的认证商品较有保障，而且使用时阵唔通放囡仔一个人。父母是不可以离开视线的哈。如果没有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家长应该要放置在高处，不要让孩子接触到，否则孩子拿来套头，然后安全带勒附颈部的话，产生伤害。建议到实体店面去购买因为上面的话我们都有安全检验标章，有什么状况的话也可以找到厂商去有后续负责的责任。监管基金会讲，已经就发生过有家长囡仔无乖，怀疑坐这种椅仔，因为这边囡仔为什么头会卡伫椅仔内边，也过来调查，家长是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富国新山台积电今仔日个展开征才，按算要招募超过1500个人，而且阁有10万的就职金，未来有可能阁会派去支援海外扩厂。有各个场次的，如果说你还有想要来参加的话，你可以到各个场次来报。知名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透早伫台大的学校内底举办一片活动，吸引未少学生去了解台积电的招募，还有工作内容。读的是化学相关领域，所以想说传产之外，要考虑一些比较新科技业的话，那我也想要在第一份工作在一个体制完好的公司。也有学长在那边，然后就想说可以就是进同一家公司，可能也是考虑薪资。唔有学校的前辈和学生囡仔伫现场交流，现场也有台积电的人资，互学生更较了解未来工作性质，也有求职的秘诀。根据了解，一片活动是针对明年毕业的硕士、博士生，以理工科系为主。按算要伫北部、中部、南部10间学校举行一片活动，要招1500人，希望摕到聘书的学生，明年毕业了后，直接去台积电做工课。这学生若是来台积电做工课，完成训练了后，有机会去台积电的海外厂，包括美国厂、德国厂，还有日本厂。整体市场目前看起来，在半导体产业这边征才，平均一个求职者大概分到2到3个这个工作，而整个业者的这个缺工的一个幅度呢，大概有15%到20%的一个这个情况。我认为台积电呢有这样的考量，就是补当地人才的不足。第二呢，降低未来海外厂的营运成本。台积电表示，征才活动会一直进行，希望会当找到更较多都市社会的人来解决半导体业欠人才的问题。只是都市社会人毕竟工作经验较少，佮加上台积电一直伫咧增加设厂，全球拢有欠工的问题。伫咧短时间内底补一寡人力外，敢有帮助，还佮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劳动部今仔日要讨论请看护移工的规定，按算新绑定新长者失智症者，唔免阁提供巴士量表来申请。不过，雇主团体就表示，就算甲这个规定开放，移工的来源无够，则是无法度去应付所有的长照需求，应该爱阁找其他移工。新生障碍者若是要申请外籍的看护，一开始就要医疗人员的巴士量表评估。因果要摕到评估真困难，也真开时间。
这么卫生福利部甲劳动部将会讨论放零家庭看护义工申请的条件。卫生部长施瑞元讲，将会调向看倒一寡项目，只要用特定的身障手册，唔免搁做巴数量表的评估，就当申请外籍看护工的方向来讨论。有一些罕病啦，或者就是说像运动神经元的损伤的啦这一类的，以前都是只有重度才可以嘛。那现在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也许哪一些这个身心障碍的类别是比较需要照顾的。那也许在中度或者轻度，比方说失智症啦。施瑞元讲，唔免巴数量表评估上大的好处，就是唔免各甲病人送去病院做评估，只要有看过病有诊断，并且经过鉴定摕到身心障碍手册，而且符合规定的人，就当唔免巴数量表，会当申请外籍的看护照护。不过，外界担心条件若放零了，当症病人会无人顾，包含像是中风。或者是癌症，像是帕金森氏症或失智症等等，然后再搭配年龄，都是可以纳入这个免评的范围，也能够更开放多元的认定的机构，像照管中心等等，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今年7月，若扣掉4年的义工，咱国实际请用的看护义工比疫情之前减26000人。各组团体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伫咧巴数量表，是义工的来源数目不够，就已经比人家要求的还要少。那薪资没有落后，可是条件是放宽很多。那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啦、香港啊、日本啊、韩国，光是在亚洲，他们的劳动力引进国就已经不是像台湾只有3个国家，一定要先去多开发一些劳动力的引进国。丁兴安认为，以这摆情形来看，申请巴数量表上紧3天就当摕到。严格要请一个义工，至少要等6个月，所以开放看护义工，唔单只是条件爱放零，也阁有人会当请，而且袂真济无保障的黑工市场的受害者，才能真正解决家庭的照顾甲陪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阵仔定定咧落大雨，有真侪新长者就投诉讲，因若要出门，煞拢叫袂到护空巴士，也是无障碍计程车，有诶叫到诶，阁互加收300块。消基会就呼吁交通部，就爱常态性变预算，配合政策来补助车行，希望互新长者嘛有安全利便诶交通工具。消基会最近收到真侪新长者反映讲，若是要去看医生或者是出门的时阵，直直是约袂到政府补助的护空巴士、长照专车甲无障碍计程车，而且就算是约到多元无障碍通用的计程车，伊阁会加300块。真侪新长者朋友讲，因嘛有拄过。富康巴士是有政府比较低廉的补助，是还可以，就是你可能一大早起来打电话，然后还不一定有车，计程车必须要是跳表加费，它会有距离的成本跟时间的成本，他就把这个成本转到那个轮椅乘客上面。但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想的问题。伫即马计程车业者有成立敬老爱心车队，不过各地方政府编列预算无同。补助车主也无同，像台北市一抓上关是补助65块，桃园市72块，台中市是85块。不过新北甲台南是无这种补助。消基会认为，若是交通部会当常态性编列预算，补助计程车业者，供应就会增加。再来就是各地方政府的代志。我们各地方政府，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补助的办法，比如透过爱心卡或敬老卡，它能够透过增加点数，而且是能够折抵我们的车资。但我们还是呼吁了，能够全数折抵车资，在它的点数限制之下，是一个最一致的办法。林文杰表示，最近常常落雨，出门真无方便，而无啥侪交通选择之下。坐轮椅人出门坐车，一个会加钱，就敢是变相伫咧挺发共款。伫无同的区域，交通的补助也无共款，这对新长者也真无公平。希望政府会当通盘规划，让新长者会当实际享受到安全方便的交通运输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毋过煞嘛，互所谓性暴力的事件愈来愈侪，愈来愈严重。就有民间团体举办研讨会，邀请全球各地专家业者，对科技甲立法等等的角度来探讨，希望会当找到应对所谓性暴力的办法。网红小玉2021年被传讲，
制作一寡有名人的画面的影片伫咧趁钱，还佫更加早期的南韩烟火榜事件，这寡拢甲所谓性别暴力有关系。然而，这种类型的犯罪形态，如果因为所谓科技发展正紧，怎么变作更加多元严重？我们一直很习惯于就是跟社政、警政、司法做这个友善被害人的一个保护的服务。我们在科技防暴的时候，需要从预防端扩展我们的一个防暴的一个网络。立宪基金会甲亚洲妇女安全网络举行科技防暴相关研讨会，邀请要甲400位来自62个国家的专家、业者，还有民间团体参加。重点是性别暴力伫所谓科技中的演化，还有对于科技立法等方面有什么实际处理？性别教育平等法，还有性别工作平等法以及性骚扰防治法，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防治，还有对于申诉等等的，也都有一些强化哈。明年的3月8号也会正式来上路。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online and technology facilitated violence, w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ith the same root causes and dynamics we already know so well. Let's keep that always in mind when we discuss tackling online and tech-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科技进步带来生活方便，也过也加紧所谓性别暴力的问题。立宪基金会表示，希望会当经由各界之间的分享讨论，找出解决甲预防的方法，并且提供受害者更加充足的支援。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际，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即马搁在批准莫德纳含辉瑞 BNT 的新冠疫苗加强剂，要来阻挡渐渐搁压起来疫情。专家就呼吁民众应该爱伫咧寒人进前赶紧去做加强剂，预防新的变种病毒。自热天结束到即马，美国新冠疫苗带去的人数一直增加。好在已经有做过疫苗，依然有一定的保护力，带去的人数无去年同期遮多。不过专家讲，保护力会随着时间愈来愈减弱，再加上新型的变种病毒会当逃脱免疫，所以1年前的新冠疫苗需要做一寡调整。New vaccine is going to provide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ariants, the XBB variants t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that are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cases we're seeing right now, and even this other new variant that there was some concern about. It does look like the new vaccine will provide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that,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as well.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0月批准对12岁以上的民众，自莫德纳加辉瑞 BNT 所推出的上新加强针，若估计到11岁囡仔是要紧急授权，就算唔捌做过疫苗的人也适用。FDA 也讲，虽然加强针所要对付的变异株 XBB.1.5。已经唔是美国主流的病毒株，不过因为 XBB.1.5 甲即马主流的病毒株正同款，所以这种疫苗另外会当有保护的作用，来减缓3种威胁同时发生的危机。In the U.S., I suspect we'll see RSV peaking again this winter, along with flu and possibly COVID as well. So COVID cases are going up right now. I imagine they will crest and come back down, but then by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December, January,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we see a slight increase in cases again. FDA 表示，新冠疫苗的成分可能需要每年做调整，就敢若是季节性流感疫苗。莫德纳的执行长也鼓励高风险族群同时做流感疫苗加新冠加强针。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伫咧土耳其南部一个石洞内底，一个美国的探险家伫遐受困10天啊！国际出动要甲200个人去救援，12总算对地下1000公尺深的所在，甲伊救出来送医治疗。马克地基从直直的吊挂出洞穴，现场发出欢呼声。地基对大家比一个赞，事后就方送至病院治疗，包括进一步整治伫9月初之发作，才呼吁调治洞穴的卫处会。洞穴研究员提出顶头写着欢迎，登到连公尺的房仔互伊看。
这件救援任务讲是史上规模上大、上复杂，要将无法度家己爬悬的地基为下面2000公尺的所在用坦克救出来。镜头上这是意大利搜救队将地基保护好势，下面经到地基的搜救人员爱同时甲点名人同齐用来将伊往顶面救，也都爱伫各种奇奇怪怪的弯巧的路线中随机应变，也爱真细致避开去弄着。200 meters below the entrance. It's a very particular piece of cav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lopes. It's a bit tricky. I don't remember how many meters, but anyway, this is flooded, a bit flooded, So the water should be like 1 meter. 过去几工搜救人员都是一直处伫洞穴中，各类变形，也是搁较会，甚至拄着方向无规则弯道的挑战中，因需要生存空间将坦克换一个角度才会当通过，也爱克服低温淡湿。伫救援的这段时间，团队的策略是一边救援一边治疗，吊大档，互无法度食物件的地基维持体能甲营养。医生也互地基伫休困的人旁行行的提升信心。40岁地基本身是一名有训练的洞穴专家，也有洞穴救援经验，想要到家己伫探勘过程出状况。即摆来自美国约200名救援者出动，成功将地基救出来，会当讲是洞穴史上难得的活教材。公司新闻为您报道。非洲国家利比亚受到地中海风暴扫过，带来风雨，有2个水坝崩花做大水，恐惊造成当地2000个人死亡。水正窜流一直下来流喺大海，陆地上有一寡路段拢是落过梅，车浸入咧水的，一个路边规拢放喺坎卡落去，真危险。伫东北部灾区苏萨，路会看到真侪轿车、兵车，有一个卡伫咧上位啊顶头，一个真侪车拢贴做火，就让知影大水的破坏力偌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伫利比亚造成严重的灾情。تجاوز في مدينة درنا فقط يتجاوز 2000 فقدناهم نترحم على أرواحهم الطاهرة。国民军讲，附近2座水坝放弃做大水，东北部城市德纳的灾损上严重，接把互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过。10年外来情势正混乱，基础建设正后，怎么已经被宣布是灾区？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风暴丹尼尔自顶礼拜6以来所造成的大水，确定有几60人死亡。不过这也无包括德纳，因为德纳人车拢无法度入去。听讲有几多千人互大水冲走失踪。利比亚目前是有2个敌对政权，分别控制东西2边，拢有各自的军队加外国政府做靠山，大部分拢斗相共救灾。利比亚红会讲，有工作人员伫咧德纳斗相共灾民的时阵，不幸死亡失踪。当局也讲，几架灾民斗相共的军人也有人失去联络。目前德纳无电，通讯也未通，情形正危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伫社群媒体 X 打文，讲正甲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联络，参详安怎救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甲查甫球员金的性骚扰风波已经拖烧3礼拜啊。车执卢比亚雷斯总算宣布要辞掉职务。不过，伊嘛强调，伊家己是清白的，无要回失的。而且，伊佫讲，伊的辞职拢是伊的查某囝甲因苦劝，要维护尊严。被指控伫咧女子脚球世界杯颁奖台强占球星阿尔莫索，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代志闹3礼拜了，随即宣布辞掉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甲欧洲脚球协会副主席。Pues que tenía que haberlo hecho desde el principio, no después de todo lo que se ha montado. Así que me parece que es lo que tenía que haber hecho hace 10 días ya o 15. 卢比亚雷斯伫咧声明内面讲，亲友家讲，就要顾家己的尊严，继续过生活。不过，并无讲到被强征的球员阿尔莫索，也无承认伊有不当的行为，只敢强调要捍卫家己的清白，也无回失的。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讲，3个查某囝抗议辞职，维护家己的尊严。不过，西班牙法院已经同意受理检方对卢比亚雷斯所提出的性侵犯加胁迫罪指控。Están contentos y yo creo que eso va a hacer que los futbolistas con estos primeros cambios vuelvan y a partir de ahí entre todos construir una estrategia de fútbol femenino en España y unos objetivos y bueno, dejar un poco esta parte más negativa para centrarnos en el futuro que después de ser campeonas del mundo pues tiene que ser bueno.
卢比亚雷斯声明也讲，伊是希望莫去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甲摩洛哥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主办权。西班牙脚球协会态度自一开始批评阿尔莫索，到尾啊态度规个拢变过来，对内部进行性暴力的调查停诉。因有球员因希望对内部文化改革的诉求敢做会到，也我爱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镜头转来看国内，台中市议会将审查台中捷运的年度决算，到今已经了21期啊，占资本额的35亿的70%，恐惊免阁几冬就会甲资本额弄败了，加重市区负担。所以议员就呼吁应该爱增加资产，也是机制来处理。交通局是表示，因会阁建议，毋过嘛会拍拼来增加收益。民众坐捷运来回台中市区，根据着台中捷运公司的统计，到今年8月，全线累积运量有超过2000万人次，这月运量也有超过100万人次，不过也是停欠了钱的状态。机关就伫咧烦恼讲，这对台中市的财务会造成负担。不太可能等到说第2条这个蓝线捷运来提高运量，必须现在就有所作为。是不是要先减资再增资，然后避免让中介公司的净值太低？原本的预算数亏损要到7.3亿，最后决算是5.9亿，还是有将近5点多亿的一个亏算数哦，我们是感到非常忧心的。台中捷运公司资本额是35亿，到目前为止已经了20.8亿，占资本额70%。明年后年才有可能把资本额全部吃掉，变作是倒塌。也若捷运线可能搁爱10多年的时间才会起好势。机关是认为要赶紧评估要增资或者是机制。市政府表示，除了车票收入，也会尽量找出其他的财源。不见得是增资啦，那事实上有其他，比如说是举债啊，公司也可以透过举债的方式来因应。现阶段短时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推升运量。市政府表示，目前只有一条捷运，比起其他县市经营相对有较困难，会尽力减少亏损，也会研究要增资或者是机制。另外，有学者表示，会当利用通勤月票推动，增加民众坐捷运的意愿。多去研拟一下相关的配套。比如说，我们把干线的公车怎么样透过捷运的车站的转乘，然后接驳的服务能够把它扩大，才可以减少亏损。李克聪表示，目前捷运了的比预期来的较济，透过行政院交通月票政策以及地方加强转运的措施，希望会当互运量来冲关。地方政府也会研究完整的财务配套，或者捷运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真出名的台东夜市，因为经营权的问题，即马要分做2边来开。伫咧11暗时，原底台东夜市的业者要搁重新来营业，不过说因为还未申请到许可，所以市府嘛去现场主动反去摆档，而且嘛按算要甲业者罚1万至5万块。在下晡天色要未暗，台南市府市场处的人员就来到台东夜市，派人围起来，主动打上摆档。进来了，好不好？不可以进来。麻烦一下哦，今天不可以营业哈，这个夜市现在是非法设置的，所以不可以让你进来，不可以。因为经营权分开，加做台东夜市加台东东夜市，不过本地业者才会准备要重新开幕，因为还未摕到设置的许可，其实已经算是违法摆档。到下晡4点左右，小连线已经有传好货单上要去摆档。这种钱呢，这不是小钱呢。这安尼无卖，一年无卖，安尼损失几啊千啊加啊。前日安尼已经停2礼拜啊嘛。对啊，台湾停2礼拜啊，嘛唔知要安怎样，大家当要有一口饭吃呢，若无要求啥。不可思议。有啥物？啊？有啥物？我们今天啊，我跟你讲，我们的货全部准备好了。那您叫我们怎么办？大东已经被我们视为是新秩序、新组织哈，范围都不一样，摊商组成也不一样，所以在法理上哈，我们对于新夜市要进行从头开始的一个审查。占地差不多700平，上百个摊商面对争议嘛，感觉真无奈。不过业者表示，已经甲申请营业许可执照的资料送出去啊。市长管理科讲要用全新的夜市。未来个重新审核咱的执照，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毕竟这个夜市已经23年，而且也是原摊贩90%以上都是原有的摊贩，只是不同的2个业主而已。要牵制摊贩或者是对业主施加业，我觉得这对摊贩其实都很不公平。市场处强调，虽然已经收到台东夜市申请设置许可，不过目前还未经过委员会审查，业者嘛还未摕到执照。
依法会甲姓吴的业者罚1万块到5万块。接落来，若准业者唔听宣导，继续摆搭，唔来连续开单，未来无摆渡的断水断电。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宜兰的南方澳渔港最近互人发现到港边的人行步道有真侪灰台泰路拢落落来，步道嘛拢凹起啊。民众对这个安全甲景观拢无人要管，即马所镇公所嘛已经答应讲会赶紧来改善。今日南方澳渔港就发现港边步道边仔种花的所在，真侪泰路拢落去，却无人处理。步道的楼梯嘛有破去，在地人认为讲，若继续安尼落去，恐惊有安全的问题。阶梯的部分啊，这个你不觉得很危险吗？这个有囡仔吼，要去遐过啊，咱慢慢会惊伊的，甲伊会受伤着。有民众认为讲，破去的花台甲步道，就伫渔港人丁上济所在，对南方澳渔港的形象是真重要。若无依护甲管理，会影响外界的看法。现在负责管理的苏澳镇公所去现场会勘，公所嘛伫现场放交通笋来监视。会勘的时阵，当地里长讲，花台清早去互乌白蛋粪扫，造成环境垃圾，希望爱赶紧重新整理。如果来把这个区块再重新整理，重新再美化一下，让游客进来有一个视觉上的良好的感觉，而且也有休闲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设计，然后呢，希望重新改造这个区域。苏澳镇公所表示，稍来会先甲落去的泰路、甲步道破去的所在初步复原，再搁重新做规划，规个翻新，而且伫当地做景观座椅，互渔港会当较清气嘛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海岸变化等等的因素影响，伫云林的沿海有几哪个港口拢有积沙的问题。渔民若要出海，就干那会当利用大楼的时间去出入，是真无方便。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府水利处就表示，因当年拢会编预算去清土沙，不过因为这是属于自然的积沙，干那会当继续去清，无法度完全处理起来，互当地渔民就干那会当安尼维持产业活动。未来就该和中央合作。会当彻底改善。趁着无出海，云林大细渔民无收白准备工课。当地渔民表示，受到渔港积沙问题严重，平时若是要出海，拢需要看满楼时段进出，唔能够长作业时间，对渔民来讲相当不便。你也要出门，像啊要出门就要提早出去啊，提早3点半前出门啊。即摆楼底爱3点半前才会当入港啊，足费气的。文管府水利处表示，大溪渔港是当地渔民出海掠鱼、摆用蚵仔主要港口，但由海岸环境变化和漂沙等因素，造成积沙问题严重。目前只会当靠着每年编的经费，定期来清沙，减少渔民处理港口的不便。看起来就是海岸变化剧烈就是我们的港口漂沙就日益严重这是我们普遍在西部沿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能够就单纯就认为只有加强清疏来做因应维护我们的一个产业活动。水利处表示，温管来渔港长期以来拢有积沙问题，县府每年嘛向中央提报清沙需求，平均每一个港口2至3年就会清沙一届。今年编的2000万轮到大溪渔港来清沙，未来嘛需要中央和地方合作，找出适合解决积沙问题。记者用云林报道。过过2礼拜外，就是中秋节啊！为着要照顾农村长辈的食食甲健康，农业部甲民间合作，由营养师来选出适合老大人的在地食品，按算伫咧中秋5个节日，要来送予老大人。我们会送出就是使用国内的在地的食材做的 CS， 还有e-tender 就是银发友善的食品，我们有8000份即将送给就是相关的一个绿色照顾站。农业部强调，今年是头一摆结合地方的照顾据点，送食材予老大人食健康。有个要送出8000份，而且嘛希望未来会当扩大对农村长辈照顾甲关怀。根据国健署的调查统计，年癌是咱国内女性癌症的第1名，而且嘛是死亡率的第3名。为着要推广年癌的防治甲预防性检查，国健署提供45岁至69岁女性2年有1摆免费的检查，希望互民众会当赶紧发现，赶紧来治疗。
今年51岁的黄小姐自45岁开始，就逐年做脸部检查。第3年前检查到脸部有生一粒脓肿，但是到去年佮检查的时已经变冷感第2期，接受治疗以后康复甲真好。黄小姐嘛真肯定定期检查、量早治疗的重要性。那我从45岁开始就每2年都有接受那个乳房摄影的检查。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或者是说预防胜于治疗，这是一个口号。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咱国10大死因内底，脸癌占女性发生率的第1名，死亡率第3名。但是目前45岁至69岁的妇人人，也阁有活3.5个人，从来毋捌接受脸部的摄影检查。国健署提供45岁至69岁的女性，每2年通做一个免费的脸部体检。每年将近有15000位左右的民众来发生乳癌，所以对国人女性生命的威胁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希望在每年的10月，这光辉10月里面来推动乳房的防治月。那么国民健康署提供2年1次的乳房筛检，免费的乳房筛检。今年10月是咱脸癌的防治推广月，早期治疗存活率非常高。根据国健署提供的数据显示，脸癌第0期至第1期5年内的存活率有到100%，但是到第4期敢若剩3.6%。对数字就会当看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嘛，鼓励女性朋友若发现脸部有各样，就赶紧去病院检查，才袂耽误着治疗的黄金时段。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台湾西药剂的人口是超过9万人，遐尼多。根据2022年的年报显示，西药剂的病人伫咧判病进前，拢本身有高血压、高血油也是高血糖的问题，所以提醒民众得要好好啊控制，才会当避免西药剂。台湾有西药剂王国的排名声，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台湾西药剂的患者超过9万人。国内20岁以上的成年人，平均每10个都有一个有慢性腰子病，致使后期发展爱西药剂。西药剂的病人110年健保医疗总支出达到700亿。进一步分析发现，西药剂的病人伫西药剂前1年，有将近8成有高血压，4成有糖尿病，3成有高血油，3关控制无好，是造成西药剂上大的风险。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它就影响到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血管，影响到肾脏血管。长久的话，血糖控制不好，它会造成肾功能的恶化。那高血压也是一样。医师表示，3关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少年患者嘛需要注意3关问题，而且慢性腰子病的初期无明显的症头，民众可能腰子功能渐渐恶化都唔知，所以当发现放尿有泡、寒水、真癣这个症头出现的时阵，都爱去病院进行验尿加抽血，看腰子的功能是不是够样。40岁到64岁呢，就是我们3年1次；那65岁以上的民众呢，是每年1次。这些检查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提供的。国健署是讲，定期体检会当早期发现腰子病，量早介入治疗。平常时嘛爱加啉水，最好3关控制，莫食薰，避免食无适当的药啊，安尼就较无机会生腰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最近又搁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就是刺猪小蚵仔，即嘛已经满月啊。会叫做小蚵仔，是因为伊出世的时阵，就好亲像一粒蚵仔囝同款，正古水。即嘛嘛正做寿山动物园新的名称。北玉湾手摕到食物是刺猪，伊食物件模样是正古水。详细看，阁有一只细只刺猪闭伫爸爸妈妈后壁，伊是顶个月初8拄则出世的小蚵仔。即马嘛已经满月了。因咧困喺迄个棚坑内底，都看到个内底加一只迄足古水的一只细只的小豪猪，个刺猪。阮就迄个时阵发现了的时阵，阮是无甲交了。因为爸爸妈妈因顾伊拢顾甲足好的吼，所以伊迄个细只即只刺猪吼，迄小芋头伊就慢慢伊就逐工拢甲爸爸妈妈安尼。斗阵做伙生活。寿山动物园内底刺猪上爱食番麦，看到保育员手摕到菜色，刺猪拢一只一只挖过来食物件。虽然刺猪的名内底有猪，不过伊是假鸟刺共一群，嘛因为刺猪伊身躯后壁才有刺，所以有民众第一摆看到，掠准讲是尖胃，反应是真趣味。我第一摆看吼，我以为伊是刺猬啦，真的我快。
第一再看你就刺猬，但是刺猬我想讲无遐大只咧，是不是？看起来头，头我看起来像猪嘛吼。目前小蚵仔才拄满月，佮看袂出伊的性别，是甲爸爸妈妈做伙生活，看到车混人也是比起来。搁这小蚵仔，即摆嘛真做成动物园的大名车。记者钟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全球暖化，气候愈来愈极端，就愈来愈侪热伤害甲拍着伤的问题。就有皮肤科的医师提醒民众，要出门之前，就要会记得做防拍的准备。不过，防拍的产品遮尔侪，顶悬的标示佮有效果，大家就要特别斟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受极端气候影响，各国关分记录一直创新高，常常伫紫外线下海人会增加得到皮肤癌的风险。影响皮肤的主要紫外线类型包含 UVA 甲 UVB， 这两种拢会对皮肤造成损伤，而且致使皮肤癌。What happens is it comes in and it's directly DNA mutagenic. So it goes into where the nucleus is of the skin cell, and it goes directly into the nucleus, directly into the DNA, and damages it. And our bodies are very clever because we can repair that damage, but repeated exposure and repeated damage will continue to cause these mutations. And when there's enough mutation within a cell, then that becomes a skin cancer. 根据英国皮肤科医术协会调查显示，在2021年，英国至少40派民众捌拍伤。网络市调甲数据公司也公布调查，18到34岁有56派人捌拍伤。皮肤科医师也警告，唔通袂记哩抹防拍膏，虽然防拍的系数愈悬，配方就愈有效，不过并是针对所有紫外线。It's not about 30 is in the sunshine for 30 minutes or 50 is in the sunshine for 50 minutes, or it means you can be in the sun 30 times longer or 50 times longer. That is not true. The score is really made up based on the minimal erythema dose. 根据皮肤科医师的讲法，抹伫面身躯的防拍膏会伫皮肤加做一层防护膜，会用阻隔紫外线，佮进一步渗透到皮肤内底。这层防护膜会吸收日头热量，其实真细。不过各国对防拍产品的规定也无同，选择这产品的时阵也要更加注意。公司新闻深入批评者。有真侪国家拢修法保障动物的权益，禁止马戏团佮用真正的动物去表演。伫咧德国，就有一个马戏团想要保存动物表演的传统，毋过嘛想要对着动物的意识，所以另外佮开50万欧元去做3D 的动物投影，兼顾着动物的权益，嘛互大家看得真心实。大像双脚徛起平行时，马戏团常常看到这部，不过训练过程常常牵涉体罚虐待。即马国际之间禁止动物表演的风潮，德国隆卡利马戏团无愿意就安尼放弃传统的精彩表演，伫1991年就取消三亚场表演，搁伫2014年停止所有真实动物表演，搁进一步伫2018年开差不多50万欧元，超过1700万台票，将动物表演的部分全部用3D 专项投影来代替。Imagination is the limit, so whatever you can imagine, and it can be created by an animator, by a graphic designer, then it can be also shown up in a circus show or in any hologram show. Natürlich sind die Kosten auch nicht unerheblich gewesen, denn 8 oder 10 Pferde zu haben, kostet natürlich Geld. Man muss Stallungen haben, die groß genug sind, das Futter und so weiter. 小场啊，特技表演三面龙虎，就算少真实动物的表演，场内共款精彩闹热。老牌隆卡利马戏团创立伫1976年，有国观众原本无听过，不过拢以无真实动物的表演人道理念来看。隆卡利用11部绿色公园工程用投影机将360度动物影像呈现给观众，也真受欢迎。Ich finde, Tiere gehören in die Freiheit oder in den Zoo. Und die Akrobatik, die hier geboten wird, ist so fantastisch, ist so spannend. Ja. Sie ist so, dass man mitgerissen wird und wirklich. Und da braucht man die Tiere nicht. Dann kann man in den Zoo gehen und sich die angucken. 动物专项投影即马被看作是世界上上大的电工秀之一。隆卡利马戏团佫透露，未来亲像空中飞人或者是小艇表演，也会无所谓化。公司新闻深入批评。
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过到南部地区，佮有其他的山区，拢较高会落雷阵雨。伫咧山部，伫咧南部的山区，尤其佮较高落大雨，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咱做回来关心下半部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2度。中部地区28度至33度，南部地区28度至33度，东部地区27度至31度，搁有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